齐雪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殿下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咱们第一次见面，也是一只狼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已成他的腹中之餐了。有我在，谁都不能伤害你。降龙，降龙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这是宫里的哪位公公啊？你才是太监呢！哦，不是太监，难道说是个女人吗？你少废话，接招吧！你蛮能吃的你！这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那是老娘的裹脚布，你留着当围巾吧。哇，这太恶心了啊！厉害的来了！没了吧？你出来！啊，没有了啊，没了啊！好像是了。啊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放开我！再放开我呀！你怎么这么讨厌呢？你这是啊！我不是降龙，我是他身边的那个葫芦。伏虎？你不信，你给我解开，我变给你看好吗？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以为我傻吗，降龙？降龙，我知道你厉害，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，我打不过你，我也要把你锁上800年，你让我的白白动不了，我要锁死你！哎，不是，哎呀，小龙，回来救我呀！小龙，你这个破葫芦啊，你竟然敢出卖我！得亏那个狐狸脑袋不会转弯啊！哼，那是我的一个计谋啊！哎呀，不过这绳子绑的真的好难受，哎，我们两个换一换吧。这计谋好啊，咱们还得一直用下去啊。怎么用啊？现在人人都知道道济被绳索绑上了，我这个假道济办事儿也就方便了。哎，不对，你是真道济，我是假道济。错，你现在是真的，而且你还要继续真下去。啊，降龙，哎呀，你帮我解开呀！哎呀，什么破绳子呀？怎么能捆得住我伏虎的法力呢？哎呀，真是！白白养错鸡了，白白养错鸡了呢！哎，这怎么停下来呀？哎，怎么停下来？怎么停下？离婚去！离婚去！先绑你们，我会帮你扛的。啊！这么结果！啊！我室友了，我室友了，我室友了。想得美，光亮，我还会回来的。白白，终于见到你了。青儿，你让我想的好苦啊。白白，
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椅子。青儿，你觉得我在这儿还没坐够吗？这可不是一般的椅子，这是轮椅。轮椅？嗯。我能动了，我能动了！好久没这种感觉了。太好了，白白，这可是我专程给你送来的礼物。青儿，我还以为自从我瘫痪了，你就不理我了呢。白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背叛你的。只要一有机会，我拿到了降龙的筋骨，到时候你我就双宿双栖，再也不分开了。你们都是上千年的老狐狸，怎么说话还这么死？这摩天洞里，别忘了还有本座在。人家好久不见了嘛，魔尊。告诉我，事情办得如何？魔尊赐的法器果真厉害，我已将那降龙控制住了。只是，本座知道你想说什么。降龙是尊者身，你杀不了他。不过本座练就的金刚绳确实管用。既然控制住了，还请魔尊出马，将那降龙灭了，也好用他的筋骨给我们家的白白治病啊。筋骨？你着什么急？本座现在还下不了这人间。既然那金刚绳管用，降龙让他带着便罢。你要记住，除了你手中的镜子，没有人能放得了他。青儿，这次回来，马上又要走吗？如今事已成办，那边离不开我呀。你不会又要把伞还给我吧？这把伞本王一直带在身边。只是一把破伞而已。破伞，对本王而言，早已把它视为珍宝。王爷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清雪，这是那日你派人送来的手帕，只是上面的字啊，怎么写也洗不掉，所以本王就买了一块相似的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。清雪，如果能天天跟你在一起，我宁愿与你隐匿山里，哪怕变作山间相隔咫尺的花草。只要能够天天这样看着你，我就心满意足。相隔咫尺，却永远都不能在一起。心在一起，就永远在一起。可你若做了皇帝，后宫定是美女成群，待我花骨陨落。可能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若做了皇帝，这天底下，即便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人生还有什么意思？但我若做了皇帝，一定会为百姓着想，为天下分忧。百姓
天下。对。所以说，女人都是脆弱的，男人随便一个借口，便可以代替他的风情万种，便可以让女人成为红颜祸水。这天底下的女人都可以成为红颜祸水，天底下的女人也都可以被男人抛弃。唯有你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王爷，王爷，门口有个和尚求见，看起来疯疯癫癫的。他还说你看见这只猪崽儿就知道是谁来了。道济，快请，快请。是。你好，干啥去，大哥？卖啥的？哎呀，挺热闹啊！你好，大爷，生意不错吧？哎呀，可算到了！哎，团长，咱可不能跟道济似的，在这吃饭让人说闲话。说什么闲话？谁敢说闲话？我到这儿来，一不喝酒，二不吃肉，我就来庆祝庆祝我获得自由。庆祝获得自由？哎呀，自由，自由嘛！你没接着，我今天我看着我这，走啊！特别阳刚吗？你好啊，方丈，爷们儿，纯爷们儿，是吧？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呦，方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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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醒醒，方丈，咋的了这是啊？哎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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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点，轻点，摔着没有啊？咋整的呀这是？啊，没事吧？嗨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咋又变这样？啊，走吧。干什么？吃饭呢？吃饭？啊，跟谁吃饭？跟你吃饭？你约我吃饭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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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。讨厌，吃什么饭？我正减肥呢。走吧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？快点，快走吧！不是，哎，不是这么来的。那你肯定是背我来的呀！快走！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哎呦，好浪漫呐，雨中情哎。哦，道济啊，天又没下雨，你打伞干嘛呀？伞是个好东西，雨天挡雨，晴天遮日。嘿嘿嘿嘿。你怎么知道我是送给他挡雨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行了，道济，你别闹了，把伞给我。不该，你给我！哎，道济，黄黄伞，你快给我！道济，小秀揪你耳朵。好了，千雪，这圣僧啊，一定是怕太阳晒黑他的小黑脸儿，随他去吧。还是王爷会说话哟。水啊！有人啊馋酒了。圣僧，你想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，尽管吩咐。你看看人家王爷，真是。好啊，那就来一坛20年的女儿红，再要一盘酱牛肉，多加点蒜，一盘猪头肉肥一点儿，然后来一个五香花生米，如果合适的话。道济，没关系，清雪。本王早就听说这圣僧啊饭量惊人，今天本王要好好开开眼界。还有没有其他要点的？那就再来2个大鸡腿好了啊。没问题，不要从鸡身上扯下来啊。明白明白。来人啊！真丑猪。刚才圣僧点的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快点吩咐人去做。是。快去，越快越好，快，快，跑啊，快点儿！道济，你能不能不和香香一样，吃的满嘴都是？怎么了？就允许香香那样，就不允许我这样？就知道和猪比，你早晚有一天变成猪。圣僧不必拘束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哎，看人王爷说的多好。圣僧，今日这王宫啊，多有是非之事。先是皇后娘娘被劫，现在又有小人私闯皇宫，并且
皇后娘娘被压在了秦相府里，这小薇姑娘腹中之子，又不是父皇亲生的。这吃太饱了，不能坐着啊。哎呀，活动活动。到底是谁？我是小薇娘娘的太监。那天当着皇上的面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当着明白人说糊涂话。你们的事儿，道济活佛已经跟我说了啊，我力保你们平安无事。这不一伙儿啊吗？哎，等你们办完了事，你在道济活佛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把我求他的事儿也给办了。你看，哎，这个好哎，来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快，来给我一个。你会吗你？给我一个。圣僧，你好射箭。哎，我学嘛。反了。这样，皇宫里的事儿啊，热闹的紧。不过，不能冲人，不能冲人。不可冲人。我往那边。不过，皇后娘娘劫持那是她自己的事情，至于小维嘛，圣僧果然是料事如神啊！看来您都知道了，那不妨说来听听啊。秦相以为毕鹏死了，其实啊，毕鹏并没有死。啊，毕鹏没死？没死啊？他在哪儿呢？你快带我们去见他，我们好把他带到父皇跟前。干嘛呀？证明一下那孩子不是皇上的。王爷，这个玩意儿对您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这如果是父皇的亲生子嗣的话，本王定将尽全力辅佐。但是如果不是的话，那就天下会大乱呀。王爷，这江山社稷，您记住了，没有争的，没有夺的。给我一个！王爷，都说您弓刀石马步剑那是一流的水平，来，你也射一个我瞧瞧。好，我看看你比我差多少啊！王爷，一般了，一般了，一般了。这所谓万事为民，天下为己任，这不是君主，自然也是君主。这苛政于民，淫恶治天下，这是君主，那也非君主。王爷说的对啊，还是王爷有水平，这是属于是总结性的发言了啊。做官嘛，不光是要廉政，关键是还得要为民。圣僧言之有理啊。哎呀，现在有人怂恿您和福王，他好渔翁得利。我倒劝王爷一句，您一定不要上当。这圣僧口中所言可是秦相？照这么说，这小薇娘娘腹中之子，得成为她觊觎皇位的多大筹码呀！秦相以为啊，毕鹏死了，让广亮做法，好让天下人都知道小薇娘娘怀的是龙种。这样的话，他就可以控制住皇后娘娘，让皇后娘娘不至于在日后立位的事情上偏袒你或者是福王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小薇娘娘怀了孩子，日后做了太子或者继承了江山，那这个母后娘娘的日子得多难过呀！我知道了，这个秦相之所以冷落福王，转而帮助小薇娘娘，正是因为与福王相比，小薇娘娘更容易把控。聪明。这个秦相啊，他才不管小薇娘娘腹中之子到底是不是皇上的亲生骨肉，这不是亲生骨肉，日后更好下手。圣僧，那你赶快带我们去见毕鹏，好把他带到父皇跟前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着时机成熟，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。
需要什么证据吗？哎呀，好了，王爷，你别管了啊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喽。王爷好剑法。命中红心，王爷说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是佛也非佛。王爷，那我也走了。王爷救命！王爷救命！王爷救命！哇，哎呦，这个倒计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您怎么了？您怎么哭了？朕的心情从来都没有这么糟糕过，居然有人跟朕抢女人，都抢到宫里来了。奴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？秦相已经把皇城都给戒严了，而且派了亲兵到处搜寻皇后呢。可她是朕的皇后，朕不能没有她。是啊，父海，你告诉朕，皇后为什么不让从儿去救她？难道宫外真有她惦记的人？哼，有她惦记人的大好了。啊，皇上，奴才是说呀，咱们宫里头吃得好，住得好，是天底下最好的，连炸酱面都是最好吃的。可是奴才我是皇后啊，我死在这儿也不出去。那可是皇后为什么要离开朕？啊？难道朕还不如一个草莽鲁夫？那个草莽鲁夫哪能比得上您呢？您高大伟岸，风流倜傥，在奴才心里那就是天下第一男人呐！皇上，您得有自信呐！朕现在哪还有什么自信呢？只剩下苦恼了。皇上，您还有苦恼？您的苦恼比起奴才来，那叫苦恼吗？您毕竟是一个男人呢，皇后不回来，您可以跟其他的女人照样生孩子。可是奴才呢？你是无根之人呢，这辈子也别想这个事儿了。您的苦恼跟奴才比起来，那算个屁呀！不是，奴才有罪。皇上，这些个事情都是您自个儿自找的。您看，当初您对皇后集万千宠爱为一身，可是现在呢，您在她眼皮底下却爱上小韦娘娘。别说是皇后受不了，就是奴才我也受不了啊！哎呀，父海啊，连平民百姓的男人他都有个3妻4妾，朕是皇帝呀，有2个女人怎么了？更何况我爱的还是她呀！你告诉朕，是不是皇后她喜欢这种平民的生活？她是朕的皇后，朕不能没有她。如果她喜欢过这种平民的生活，朕愿意为了她放弃皇位，放弃这大宋的江山。你说她能回到朕的身边吗？皇上，您不能这么说呀！您不能放弃皇位，更不能放弃大宋江山呐！哎呀，皇上啊，奴才已经看到你一介草民的一幕了。你身边只有福海一个人伺候着，破衣烂衫，蓬头垢面，见着河沟的水，捧起来就喝。
地下有一个破馒头，你捡起来就吃。哎呀，太惨了！皇上，奴才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哎呀，这不是站着好好的吗？啊！你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跟我吼话，我千里迢迢我来投奔你，你心里只有皇上的女人。我咋不要命了？你快说！我让你想，我让你疯狂！你跑！好，俺没有你这个狗！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大哥，再怎么也不能动手啊！她是你亲妹妹。是啊，大哥，你说你心里难受，兄弟们都知道，那你也不能这样吧？大哥多大的人了，什么不知道？可是我心里真的放不下他，放不下他。大哥，你除了他之外，你还有咱这些兄弟呀。对呀，咱这些兄弟当初给了你，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就是有口饭吃。对呀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，那咱兄弟怎么办？我从现在不想了，不想了。大哥，你别急，咱找个机会，就按元丰妹子说的那样，咱去临安府再找一趟皇后，不就完了吗？对，大哥，俺陪你去，就连命都不要了，陪你去。我也不要命了。对。兄弟，咱们到了这个时候求什么？不就求的咱这份情吗？好，大哥，大哥。行。哎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想见谁就送上门来了。哎，一会儿，哪来的凤凰上？你可撞我你？哎，你不认识我？你不认识你爹，你也得认识我呀。哦，原来是你呀！将军这么着急，是去杀人呢，还是急着投胎呀？你这凤凰上说什么胡话呢？赶紧滚！本将军没空打你。我要是走了，你家福王可就上当喽。喝水。香。香。说吧，本王上什么当了？说了你也不信，你叫我来干什么呀？嘿，不是你还没说呢，我怎么不信了？香香哦，你看看这个人，不光跟你长得一样，脑子也差不多。什么？你骂我是猪？你比猪聪明。这还差不多。王爷，我问你，是不是有人让你杀信王啊？大胆！你在我的府里，你敢说这样的话？你不要命了？秦将军，赶出去！出去！行了，连承认都不敢承认，活该你上当。行了，你也不用赶，我这就走。班长，你以前帮着信王，现在帮着我，为什么呀？我谁也没想帮，我只不过有一事不明，想跟王爷咱们探讨一二。说吧。那我要问问齐将军。问我？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那日齐将军去灵隐寺搜杨清雪，搜出了一件女裙，可还记得？不是被一个叫毕鹏的认为己物了吗？说是他娘的。王爷他骂你！哎，不是，谁他娘的？他妈的！你还说？行，毕鹏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
毕鹏正是劫持皇后的人。道济，你快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，只不过那个裙子啊，真不是他娘的。嘿，你也骂我！灵隐寺是你去的呀？是啊，王爷，可那确是毕鹏之物啊，不是他娘的，会是谁的呢？你还他娘的，还他娘的，还他娘的！他妈的，还他妈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他。咱们愣了干嘛？还不去找？你快点啊！是，快呀！喂！我带衣服。这件衣服我穿才漂亮。有病！你才有病！冷不丁来查毕鹏的衣服，我定要去跟舅舅说说去。此衣确实为本店所制。那你当时卖给了何人？这是件残品，本想留给小女自己穿的，难得有人喜欢，非买不可，于是因残品半价卖之。那你可曾记得购买之人？购买之人为一男一女，如同夫妻。如同夫妻？这么说，不是他娘的。哎呀，我这个监四当的，真不轻松啊！你说什么呢，明媛？啊，没啥没啥，明白明白。福王的手下去了灵隐寺查毕鹏。对呀，你都说过去那么长时间事儿了，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哟，老婆来了，咱们皇兄可好？以后当着外人的面别这么叫。长公主殿下，皇上可安好？能好得了吗？到现在娘娘杳无音讯，让你们查到现在也没查个子丑寅卯来。别着急了，这不正查着呢吗？你当是找一只猫啊？那可是皇后娘娘，比大海捞针都难。不难能找你们吗？据我所知，娘娘不在那伙山贼那儿。那在何人手里？我哪知道？问我呢。长公主殿下，请您放心，万圣一定尽全马之劳找到娘娘。是吗？好，就给你们3天时间。要是找不到娘娘，我拿你的脑袋试问。还有你的，走。杀了我，你就成寡妇了。舅舅，你的命好苦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是说这条裙子是毕鹏和那个女的买的？是啊，王爷。据那老龄裁缝所言，毕鹏手头拮据，虽然是硬着头皮买了这女裙，可这女子并不高兴，将女裙扔给毕鹏就跑了。跑了？毕鹏一个和尚和一个妙龄女子在一起，然后又劫持皇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想？皇后和这个女子是不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关联呢？哎，王爷，小臣也正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可这女子和皇后娘娘，她能有什么联系呢？这个女子
的来历是什么呢？哎呀，这老林裁缝也不知道。又说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查去啊！是，去，长一个就是废物样。那个女子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想死就说。将军饶命！那是小人糊涂，如何能想得起那女子的名号？小人今天想起来了，想了起来。小维，这虽说是个残品，可是也不明显，穿上看不出来的。残品，我看你就是个残品。哎呀，好，我就是个残品，行了吧？别生气了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俩只要好好的种地，会过上好日子的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小维。小维。杀人了！不好了，王爷，杀人了！秦将军，秦将军！什么？小薇就是那女子。废物！这么点事都能把命丢了，你真是个废物啊你！都跟我走，老林裁缝部。走。掌柜的，你要干嘛？谁？班长。秦相这老贼早知道小维娘娘的事，不想让我调查毕鹏，就是为了保住小维肚子里的孩子。哼，秦相啊秦相，从今天开始，本王与你势不两立。哼，走！你们干得好，杀了齐将军跟裁缝，我看他们还去哪儿找线索？干得好！秦相真是变本加厉，这种当街杀人的事情都要干得出来，真是有恃无恐。哎，两位有话好好说，别着急啊！你拍桌子吓我一跳。哎，道济，莫非你又有什么好主意？我的主意就是，以后再弄鸡的时候炖得烂一些。道济，我们问的是秦相的事儿，怎么对付秦相？对呀，怎么办呢？秦相在背后捅刀子，我们又找不到把柄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，让秦相自己招人。你这招说了等于没说。就是嘛，道济，他要能自己承认，我们费这么大劲儿干嘛？哎，等等，道济的意思是要引蛇出洞。终于有明白人了，那怎么引呢？还是不明白？好吧，既然都不明白，我来告诉你们。清雪，你好好看住香香。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不适合参与，咱们三个走。哎，让一让。你们又什么都不说。我们去就回。哎，又跟我保持神秘，哼！舅舅，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吩咐啊？得去帮我查一个人。查谁呀？毕鹏。他还不好查吗？可是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死了你让我查个鬼啊！死是死了，可是
两位，注意事项都记住了没有啊？记住了。哎，道济，就是吧，我就怕我这一紧张，见到父皇就……放心，以后再也不会口吃了。哎，罪臣冯远参见皇上。你怎么来了？他怎么不能来呀？来看看你这昏君过得怎么样了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来人，来，轰出去！出去！大胆！父皇息怒，就看在这道济为您咏那求子经的份上，就原谅他吧。不用跟他客气。就你这个小肚鸡肠的样子，你这辈子也见不着皇后。道济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？怎么说话呢？你觉着我是个疯子？我看你还是个瞎子呢。我怎么瞎了？你怎么瞎了？好啊，那我就来告诉你，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温文尔雅，待在你身边，你看都看不见。难道说你就不瞎吗？不光瞎，你还聋呢。我怎么又聋了？呵，你又不知你聋，你就不知道吗？朝廷上下怨声载道啊，这么多的奸臣，每天阿谀奉承、阳奉阴违，你听不见吗？有人谋你的江山，有人篡你的皇位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聋不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啊？道济，朕告诉你，朝堂之上唯朕独尊，你要记得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株连九族，诛九族。你除了会说个猪，你还会说什么？皇上，你身边连一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啊！那你要朕怎么办？请皇上平退左右，我有真心话和你讲。下去吧。我大宋自太祖开基以来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江山传至在当今陛下的手中，那真是万国来朝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吾皇陛下乃天下第一君王，蒙祖宗福荫呐！想当初有一位秦始皇，自兵吞六国以来，南修武陵，北建长城，东填岱海，西建阿房。秦始皇的功勋如同日月争辉，但是与吾皇相比，差之万分。真有比秦始皇还要厉害？有过之无不及呀。过了吧？一点都不过，陛下过谦了。此吾皇之神武，亘古罕见，上应天意，下顺民心。似此君王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哪怕是尧舜禹汤，跟您相比，都不能相提并论。周朝的文王武王弟兄一起活到今天，也跟您没法比。尤其是您的木匠活，已经超过了鲁班。鲁班大师，多有得罪，后人不敢，后人不敢呐。道济，鲁班大师不敢当啊！我最多是跟那个秦始皇平起平坐。哎呀，陛下，陛下，你让我太感动了。似这样的君王从来就没有见过，这是我辈的鸿福啊！似这样的吾皇陛下，理应长生不老啊！长生不老感兴趣吗？感兴趣。永葆青春呢？感兴趣。机会来了，要朕做什么？你去死吧！死一回？哎，这道济葫芦里卖什么药啊？为什么会让皇上死一回呢？清雪，这次啊，谁是忠臣，谁是奸臣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全部显现出来了。啊？清雪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哎，你看你们又什么都不跟我说。好了，只是这段时间啊，我可能没有办法过来陪你了。今天过来呢，就当简单跟你道个小别，省得你担心。王爷心里想着清雪，清雪就心满意足了。忘了谁，也不能忘了你呀，王爷。道济，巧啊，王爷在这儿呢。我跟晴雪要说几句私密话，请您回避一下。啊？哦，好，那你们先聊。道济，哎，你这会儿来干嘛？
这回可好了，谁是忠臣，谁是奸臣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全都现形了。哎，清雪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哎，当然了，这段时间可能会很忙，不能来陪你了，所以我过来跟你道个小别，省了你担心啊。原来道济心里也想着清雪呀。那当然了，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还怕你有一天忘了我们呢。才不会呢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们的。把那闷去了，说忘不了你。哦。皇帝驾崩了！皇帝驾崩了！皇帝驾崩了！长公主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长公主！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皇上驾崩了。胡说！真的，皇上驾崩了。长公主，长公主。不跟儿臣商量一下呀！父皇儿臣感到天崩地裂，如何是从？我的父皇父皇，我的父皇，诸位，父皇匆匆离去，大宋不可一日无君。身为长孙长子的我，本应当担当大宋之重任。父皇生前未立太子，本王比先王大，所以理应当暂行太子之职。尔等有何意见呢？好，既然没有意见，那就让礼部赶紧准备登基大典。丞相啊，一切事情由你办理吧，记住按章法办理啊。哦，父王且慢。哎，先都平身吧。父王啊，若按章法办，皇上驾崩而未立太子，由皇后督办。众大臣商议选出太子。皇后娘娘尚在，只是不在宫中，确立太子及登基之事，不可操之过急。丞相你，除非皇上有遗诏，否则谁都没有权利行使太子之职。那你说，大宋谁说了算？皇后娘娘尚在，还有福王、信王2位皇子，臣老骥伏枥，也可参辅。况且小维娘娘怀中正怀着皇上的亲生子嗣，此事还是要从长计议呀。各位以为呢？丞相所言极是。你们，哼！哎呀，天哪！真不出朕的所料，第一个沉不住气的家伙就这个九儿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死一回就全明白了，慢慢看吧。秦相跟九儿啊，平常关系好着呢，怎么这会儿反咬一口啊？老天爷还有个闹天气呢，今天下雨，明儿打雷，后天就晴了。狗咬狗为的是包子，人咬人为的是利呀。哎呀，好了，放我下来，让朕下来。哎，好嘞。
哎，这样记住。哎呀，小心火！来，小伙子，气死朕了！等朕活过来，我非罢了他这个福王这个爵位不可，好好杀杀他的锐气。哎，大姐，你上去瞧瞧，好看吗？哎呀，你上去瞧瞧就知道什么景象了。皇上，我可拖不动他，你看他那么……你看看吧，皇上都……啊！你气死我了你！长公主姐姐，妹妹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？腹中的孩子还没出生，爹就没了。您在宫里面是我最贴心的人了，我们俩以后可怎么办呢？这赵家的血脉不能断掉，这孩子是唯一的龙种，皇帝一定是他的。这不可能啊，姐姐，有福王和信王，怎么轮得着皇上的遗腹子？可他们都不是皇上生的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除非什么？除非是……哎呀，你要有办法你就赶快说呀！除非是代子登基。代子登基？什么意思？皇兄！我的皇兄啊！哎呀，我可哟，夫人，你这是何为啊？对，不要把老夫的床榻给烧了啊！哎呀，你少废话！要不是我皇兄提拔你，你能有今天吗？别说是口破棺材，就是把这房子都烧了，今天我皇兄也不为过呀！不为过，不为过！哎呀，皇上驾崩了，谁都难受。你是皇上的妹妹，可更是老夫的内人呢，是吧？我就说这棺材有问题，果真如此。夫人，夫人，你觉得老夫的床榻有什么问题？太不吉利了！他没把你送走，他把我皇兄送走了呀！你是老夫的内人，把老夫送走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皇兄啊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你让我这个妹妹可怎么活呀，我的皇兄！皇兄在那边，来，皇兄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的骨肉培养成人的。皇兄，站着干什么？跪下！磕仨头。刚磕过了，再磕3颗。啊！皇兄，请放心，我夫妻2人一定将这个孩子抚养成人。只有让皇上的骨血当了皇帝，才是传了皇上的宗血呀！今日在朝堂之上，福王险些成为太子，要不是老夫阻拦，不日之内他就得登基当皇帝。他不行，信王也不行，只有小维的孩子可以。小维的身月尚不足6甲，大宋不能半年没有皇帝呀。长公主，我自有妙计。夫人有何妙计？小维的骨肉才是皇上的亲子嗣，而且只有一个，虽然小，但也是皇帝。所以，让小维代子登基。等孩子出生后，直接做皇帝。代子登基，代子登基，亏那母老虎想得出来。
这要是半年之后生出个公主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要真是到了这一步，也绝不能让小薇娘娘生出个公主来。就是踢，老夫也得找个男孩踢了她。这皇上呀，也真够可怜的。本来啊，这信王与福王之间的血统啊，还能沾点他老人家的边儿。现在可好，小薇肚子里的孩子，连个边儿都沾不上了。他到死了都不知道。你说他可怜不可怜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不过，让那母老虎这么一闹啊，陛下想做却做不了的事儿，倒是迎刃而解了。哎，梅小娘，恁就看着吧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哎，这宫殿里的财宝，还有我的美人就重见天日了。到那个时候啊，陛下呀，你可真的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哎，啥一人之下？恁忘了，朕要的就是最后这4个字：万人之上。那可不行，加上奴家我呀，陛下他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哟，嘿，咋还生气了？来，哎，朕说错了，哎，恁说来对，哎，恁说来对啊。不过，奴家总觉得这皇帝驾崩的也太突然了吧？突然？你咋这么想呢？陛下，你是否见过皇帝驾崩后的龙蛇圣体呀？朕就是听傅公公爷说，就跟着大臣们到皇帝的寝宫看了一眼，只看见了棺材啊。那就更不能掉以轻心了。这个事情他们还作假？陛下，你是否问得皇帝驾崩之前到底做过什么事儿，或者见过什么人呢？咦，九娘提醒的对呀，我还真没问，我这就去问。哎呀，陛下，今儿侍寝呢可是楼兰舞女，不仅舞姿撩人，而且风情万种呢。哎呀，事关紧急，这女子留着吧，回来再看。哎呀，陛下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皇上没了，福海也就没了。我一个无愧之人，在皇宫里控制着俸禄，岂不遭人耻笑？公公对皇上的忠诚真是感天动地呀！丞相，坐啊，谢谢。丞相，奴才真想一头撞死在红墙上，陪着皇上西去，免得皇上一个人在黄泉路上孤孤单单的。只是这新的皇帝未曾继位，奴才死不瞑目啊！公公深明大义，老夫甚是佩服。丞相深夜到此，有何贵干？公公，老夫有一事略有迷惑，想向公公讨教。啊，丞相说来。皇上驾崩之前，是否见过什么人，或者出过什么事儿吗？丞相也觉得皇上死得蹊跷。丞相，那日奴才离开皇上刚刚1个时辰，就听信王说，皇帝驾崩了。那公公可曾见过皇上的龙体？怎么没见过呢？皇上的龙体还热乎着呢，怎么说驾崩就驾崩了呢？会不会有人行刺？行刺？那会是谁在行刺呢？信王不是那样的人，道济他是个和尚，也不会做出那种不仁不义的事情。只是福王只有他在朝廷上急于想拥有太子之位。哦，公公真是悲痛过度。老夫是想问你，皇上在驾崩之前是否见过什么人？只有信王和道济。多谢公公。
公公节哀，老夫告辞了。恕远坐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皇上怎么说驾崩就驾崩啊？可怜我这还没出生的孩子，还没被封为太子呢。鹏鹏，别喝了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孩子当不了皇上，这不照样能活一辈子？哎，对了，小梅，现在正是时候，趁他们没法顾及咱俩赶快走。走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本宫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能不像你这样窝窝囊囊的活一辈子。什么本宫的，听着都别扭。等本宫的儿子当了皇上，封你个一官半职的，到那时候每天被人叫着大人大人，我看你就不这么想了。被别人叫一辈子大人有什么用？这孩子当了皇上，那还能再管我叫爹啊？切，目光短浅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快想想办法。行，我目光短浅啊，好好的地放在那儿不种，啊，非要跑到这儿来，还给我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和尚，这。鹏鹏，小维有办法，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娘俩。哎呦，愿意啊！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愿意。说啊，什么办法啊？那，你去找福海，让他立一道皇帝的诏书，就说立小维娘娘之子为太子。这，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。哎呀，你想办法呀！哎，有了，嘿嘿，我给他找一个宫女，然后让他俩。不行，他是个公公。你想什么呢？我，那要不然……小薇，我乃出家之人，不能杀生。谁让你杀生了？威胁你懂不懂？威胁？我一直被威胁，我没威胁过别人。那你要是不去的话，就别再来见我，也别见孩子了。哎呦，喂，我去啊！我威胁他，我努力，我弄他，我威胁他，我去。长公主驾到！哎，小薇，哎呀，来人了！我躲哪儿啊？他怎么来了？鹏啊，你现在就去，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。是，主公。小维，参见长公主殿下。免礼，来。妹妹，秦相已经答应了。姐姐，妹妹觉得代子登基一事不妥。妹妹，你怎么又变卦了？不是我变卦，妹妹实在是有难言之隐。难言之隐？什么难言之隐？你说给我听，姐姐给你做主。姐姐，两位皇子还有满朝文武对皇位都虎视眈眈，而我又是一介女流之辈，他们怎会同意？到时候，他们要是知道代子登基一事是我的主意，恐怕没等孩子出生，皇位早已花落别家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还能不能继续活在这个世上，都难说了。哎呀，谁说是你的主意了？你放心，一切包在我的身上，我来负责。可是姐姐，哎呀，我说妹妹，有我和秦相，哪儿有做不成的事儿啊？女人怎么了？前朝武则天不是就是女人吗？妹妹，以后啊，你说话就如同皇帝说话，因为皇帝就在你的肚子里。记住，赵氏的皇权绝对不能改姓，就这么定了。到时候你千万不要掉链子。
一切听从姐姐安排。来，坐。进来。哎，福公公。哟，原来是你呀！皇帝驾崩了，你在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了。那倒是不一定。我想问你，灵隐寺还要不要和尚啊？我想离开宫以后，到灵隐寺去当和尚，也捞个6根清净。啊？你也想当和尚？那简单啊！不，领子，不过您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说呀。说啊，说。哎，公公，我对不住您了，我什么意思？公公，你立小薇娘娘腹中之子为太子，否则你连和尚你都当不了。你是道济和尚的弟子，怎么能够迟当行凶的？没错，就是道济让我这么干的。他还说，你要是不写，我就杀了你。没想到你们灵隐寺也是藏污纳垢之地，你让我拟假诏，我宁可死在你这匕首之下。公公，那我就真动手了，我。